你讲，我之前有交一个男朋友，他是喝酒前跟喝酒后是两个样子。他喝酒前就是非常的贴心，然后他喝了酒就是反正有一天就是我去工作回来，然后我回到家哦，就看到他的脸非常的臭，脸超臭哦，然后手上拿着一根甩棍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没有看过甩棍。甩棍，对啊，就是这样甩，就是那个甩棍是有一些男生会放在车子里面，对对对，安全防身。对，然后他那个甩棍就很像双节棍，可以这样咻出来的那一种。然后他就，我一回到家，我开门就看到一个男生一直拿着那个甩棍在空中甩，这样咻咻咻，把手放在空中甩，我跟你讲，我当时有点吓到，我就说你干嘛？然后他就用恶狠狠的眼神就说你刚刚在干嘛？我就说我刚刚在工作啊。然后他就说你只有在工作吗？你刚除了工作你还干嘛？然后我就一脸错，我就想说我刚刚就是在工作。对。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手机这样转过来，就我的助理传了一张我跟就是我们跟艺人收工的合照。那比如说好，我跟 Patrick 或海产，或者是像张立东，我们可能比较熟的，可能有时候勾肩搭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种耶啊什么的这样。friend 耶。对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照片给我看，他说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就说还好吧，这就是一个合照啊。然后他就直接下一秒直接理智断线，他把那个甩棍直接这样砰，然后打那个墙壁，然后那个甩棍直接凹掉，然后我就吓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说你现在还要狡辩是不是？他说什么妈的你就是背着我，然后在那边碰男生什么的。我说没有，我说就是只是勾肩。我说这还好吧，然后他就说你现在还要再讲是不是？你要不要跟我讲？你以后还要不要这样？就超凶，我就说我没有办法答应你。就下一秒直接吓到我失手，他把那个打凹的甩棍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房东很可怜，因为房东有个那个玻璃的桌子，我跟你讲，他直接这样把那个甩棍打凹的甩棍这样棒，然后那个桌子哦，玻璃的桌子这样啪啪啪啪啪，4分5裂，大小啦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当下我就吓到，我吓到哭，然后我就跪在地上捡那个玻璃，然后后来我就说好，然后我要去洗澡，然后我去洗澡的时候，他又进来，我已经衣服脱了，他就进来说，还有我跟你讲一件事，他说上次我跟你爸吃饭的时候，你爸在那边一直在噎我没有当兵什么的，他说我跟你讲，你叫你爸跟我道歉，然后我就傻眼。我跟你讲，然后我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讲了，我要去洗澡，我就把那个门打开，他就把我这样从那个里面这样扯出来，然后他直接把那个他说不要洗怎么洗，然后直接把那个玻璃门这样棒，然后那个厕所的门就整个爆掉，然后啪，然后我第一时间反应我遮我的脸，然后玻璃又爆掉了。对啊，就那个厕所玻璃门又爆掉，然后我管他。对，然后玻璃全部都喷到我身上，然后好险，因为那个厕所的玻璃门是比较大的。就它是有点像那种防化，应该是防爆玻璃，就它的那个不是那么利的，没有像那个桌子那么利，所以我就只有脚踩到流血，然后他也踩到流血，然后我又跪在地上捡玻璃，然后我后来是决定就是好好安抚他睡觉，然后跟他道歉，然后我后来连夜逃跑。这一定要逃跑，这一定要跑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只是要提醒，因为有些女生被打，或是有些男生被打。他们就会觉得没关系，因为隔天他们酒醒或是他们清醒之后都会道歉。我那个男朋友也是这样，就是他道歉，然后来找我啊，然后就一直跟我朋友讲啊，跟我家人讲，但是不要，真的，因为他有一就会有二。那你后面就完全跟他断绝关系了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暴力是比偷吃或者是赌博啊、欠债那个都还有更可怕的原因，是因为它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。真的。对对